老头家 PK。哎呦，俺又胆哦！反正我冇講法。该不会已经删除赖好友了？珠江嘅掉落台樣啊！好強呀！係冇？咩啊？雙講青菜團啦，反正用一下啦。但我现在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马盖斯，咱最近第一份出现呢。用自拋位。我们节目的赞助单位就是徐师傅。有寶哥未啱賣啊，贊助。这是你买来的？鹹咩、甜咩，先地波就會酸呢，那就客家人的精神。好，那港甜中高脂硫磺鹹咩，哦，完全只有甜咩，哦，通過前松干咩，把客家菜結合一點法式，接下來叫做法客料理。客法料理，客法料理。第一天我的，就是酒喜的聲音，很有肯定的聲音。好有趣哦！这是苗栗的骄傲全台湾第一次吃到，我觉得这道菜可以变台湾之光哎！一家之助，萬年來挑戰，點挑嘅演講，变秀秧啦！下勾拳，围攻！哇，隔了新的一季，有练的新功夫哦！拜托哎，让你讲吼，哎，一家之主现在拳击 PK 赛要来了，哇，很不适合你。运动赛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让你讲，哎，这个私厨要开张了啦！哎，真嘅呢，全新嘅一季呢，有还有新的单元，我来老太家听下的稿。应该不是我们2位师傅要开店了吧？没有，刚刚唐豆伟哦，今天节目也是动贴片，员工呢老头家 PK。哎呦，俺又胆哦！我唔知大家对话吼，都要台面当狗黑暗用，等下比赛私底下有没有说好说，如果你今天赢的话，换我当老板。所以根本呢哦，系算系一家之主7年以来第一摆要按用个客家串汤地板，人讲哦，主动讲，俺要挑战头家。冇错，马上就来分享到你今日的评审欣赏，先来分享到嘅系你齐牛峰，齐师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毅，大家好。徐老师好。这个人分享到系戴范清、戴师傅。大家好。戴老师好。你好。哎，接下来呢，我先来分享到你风吹嘅潛水站，也就是媽媽同你嘅跳下來哦，分享到來自苗栗頭部嘅阿熱叫知劉文星哥。對啊。阿叫我看到2位就是一直冻龄，我們認識有超過10年，10年，他們都長得一模一樣。你從幾8歲是認識機哦？你真的是很會哦，很會。好啦，三下人我咱講，你啊厲害咧，因為記得嘅名吼按到世界情有單。好，那次苗栗市記得係表兄弟哦，曾世杰、徐玉成，歡迎。哇，今日真嘅很精彩啊！對啊。私底下有沒有簽其他一些不平等條約？一見冇講法啦嚇。不熟啦。各自準備，這幾天都算公休日。今天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哦。好。啊唔過呢，頭家吼，佢也可以先帶來嘅嘅壓箱寶都帶起埋嘅，先打開俾大家看一下嘛。哦呦。兩馬雞。福州風鴨。來聽老太太講，文心大哥基本上他的餐廳當中每一樣都是招牌菜，但是這一樣是客人來到必點的菜，錯嗎？前面用福州嗰條吼，去馬殺雞啊吼，比米都濕落去以後煮整，要一整後做整6點鐘。哇，功夫菜，要跟牛啊吼，已經是落去馬上入口即化，這種福州米啊吼，都本人嘅身體規個馬上受暖起來。真的。那寒天來食的話，一定短暫的。一下當大家吼肺唔好，佢真係嘅潤肺。唔單淨係頭家帶來好食咯，今日哦，人講嘅部分。啊嗱，準備嘅東西要補，要準備2年。 6年，等等，年的6年，好，係乜嘅呢？打開來哈，張盛冬瓜開胃菜。啊，咁那個東西要準備6年啦。顏色哦，米絲才會入味啦。係啊。不過你也算係台灣哦，私有記得嘅店就賣嘅。哇，好哦。冬瓜做得啱車哦。上7-11客來，我吃素食，啊，要嚟做到像黑鮪魚咁嘅，啊，其實死咯，可以嚇到，原來可以上身嘅米頭。很讚呢，
怎么办？你要选哪一个？我当然选蓝队啦。啊，对，好，你是队长。哎，真紧红血，所以今日带来上台点地陪队 VVIP 私有嘅招待菜。当然。好。但是因为等一下最后一关呢，利用吹都会出自己的拿手菜了，姜昆啊，都还不知道对方会拿出马该吹色哈。哦，埋成这样子，你们。对啊。三年冇讲法该不会已经删除赖好友了？哇，太紧张了。好啦，哎，你呢？大家先来缓和一下火药味，先来进行一下 PK 咯。用情来挑战。第二关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要通脑筋，还要比反应。两片变素养，选来万人较厉害。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！哇，一家之主哦，进化够进化，来到了第7季吼，呢個向前來挑戰，去聽我變化一下。到我個信號哦，又看到人家9宮格，完全冇平常嘅搞法。上面有8個題目，人家8隻題目哦，代表講哦，每一隊拎定來答題。答題答錯嘅因是就得到1分，最後我們加總分。好，最主要呢，對主廚來說，這真的是超高難度的挑戰。因為呢，等下加總起來，可以講藍隊加紅隊加起來，假設答對4題後，哦，其實做在都要到位嘅所有嘅食材體積度先4種食材。那以此類推，如果只有答對1題，是有1種食材。假使今天沒答錯，對啊，我們就喝西北風好了。我們只差不一定會給師傅評分而已。所以到做的有8種嘅食材做的先啦。對，不用想說一定要害師傅，因為呢，你們答題的數目哦。題數也會讓用到你最不會米嘅積分啦，所以也是積在我們的紅隊跟藍隊裡面哈。好，你看他們都中間有隔一條，有的哎，中間是有什麼大甲溪嗎？那腳營在這樣踹人，對啊，又會他在你哦，阿莫仔喲，他們先慢慢打架，我們現在剪刀石頭布，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馮翠先來答題，請選擇。客家煙兒嗌最杯，來看一下到底有冇題目哈。好嘞，冇問題啊！今天呢，客家把牆面條係講用版言嘅人啊，哈，鐵面無私，也講較不欠嘅人，也講一毛不拔。珠窗加表露太陽啊！還有搶聽，睇冇？聽哪家 B 好欠人。好，到底正確嘅答案係 B， 恭喜答錯。也記不喲。聽眾講哦，喜怒哀樂變化莫衷，痛啊動哦，是容易不啊變面像我媽媽一樣的。天堂滿也是體驗掉。有嗎？有舉手自認的，自認。不就你嗎？我是啊，我是。玉成看起來就不是跟一個很和藹可親的人。好，恭喜風吹得到1分。那我先來貼一個紅隊的哦，風吹先得到1分，答對了。藍隊先不要青面鳥哦，哈。好，找個來藍水搶先節。好，點一，no，愛 no。好，你儂我儂。我儂。煮日本咖喱的時節，我家人嘛該要分面是含較牛呢。A 係烏咖比，B 係這個椰奶啦，C 係那個味淋，都帶係那個呢。韓國係你學的哦，日式的有特別指定哦。哦，你都有動作去日本料的嗎？幹嘛講哦？來答案係 C 味淋，正確嘅答案係 A 烏咖貝。我到底做乜嘅咧？因為呢咖喱度眾潘自謙啊，咖喱為烏咖貝，做得慳慳呢。咖喱撈烏咖貝嘅比例大體係20:1，差唔多就係1杯水變1/3嘅咖貝粉去做得咧。哦，好多誒，好又好多咧哈。剛剛文興哥 yes 很大聲咧。強面條 yes。真的是好，咋個來風吹？風吹上嘅是，你叫幾選一個題目？客家阿婆必拜包。必拜包。唔清。必拜是什麼買意思的？拜。必拜。一聽愛買。一聽愛買。你最愛買什麼？愛買菜包。哎呦，掛在手上這樣，夯出去翁蓋。這係咖雞耶。客家咖雞。客家咖雞好了。哦呦，哇，已經係脆爆。對啊，所以這其實送分題嗎？這叫什麼？你是出題老師哦。客家阿婆就青蒿。青蒿吃菜包，而且我最愛是吃菜包。我會考驗嘛計咧。厲害哦
时间有1分半的时间，我要包好2粒脆包，对你来说真的是一块小蛋糕而已。 A piece of cake。包出来的脆包的蛋糕，记得有一条龙骨，讲的龙骨。其實呢，客家脆包我都脆包以外，後擺含冇人都煮龍板，做乜嘅咧？齊博士。好，佢解脆包蛋白又解姜魚都會兩種嘅東西啊，是當上解意左右啊，係一種解煮鵝嘅煮龍蛋白醬醬嘅東西，係是很有名。好，準備好了嗎？好了，計時搶開始。爭取時間，雖然講時間有啦，可是文興哥，我認為你太優雅。為什麼要交換？有點太大包，不會太大包嗎？係啊，冇講會見到結態哦，要爆紅是走的哦。用開眼啦！啊，既然時間那麼長，要不要來帶一首歌？剛好一球，剛好一球，對，剛好一球，對對對 ，OK， 剛好一球。最重要就係該蛋糕的龍骨哦。剛好一球沒有關係的。鹹哦，鬼嘢弄都鹽鹽，各位。標準哦。文興哥，你敢確定跟脆包上都還用鹽？文興哥，你先幫我挪圓再捏。對，要挪圓。哦，你看那個四節都已經虐不開了。30秒，30秒。明明就1分鐘，你剩30秒。剩30秒。剩30秒，你看。好。哦，有槍哦。你確定你就說確定。幫忙他一下。休息一下。你來周圍係。嘅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OK。沙下來我帶戲本是否來看一下，檢查一下。冇問題。向下來看。佢解未要解姜魚類啦，要姜個眉毛難睇啦。係啊，所以安樣係上過關。好。太厲害了。玉成不要輕面鳥。哦，輕面鳥。我沙下來選一個一定會得分的好嗎？哦，竹筍睇法。好，我們吸星大法。哎呦，哇，這是什麼？好，這一塊我因為教呢，3升6度哦，有6碟卵嘅基底，把5顆蛋黃跟蛋白分離就可以算過關。30秒哦。6取5。然後，那個亂蹦爛鐵的話，那也不算。 OK， 就直接大團給我。師傅每天都是單手直接打。對啊，我等一下記得我就講起做啲利用。好咯，等下呢吸星大法，一個工具都已經準備好晒嘅，第一個我用嚟教啦，哈。準備好嗎？準備好了。好嘞，好嘞。你手在抖呢。我緊張啊。可以嗎？大家，哦，深呼吸，來。好啦，計時。看認真啲啊。搶回4。 30秒，聽聽哦。斜的。其實第一顆、第二顆抓，哎有抓到技巧，撒下來是順勢嘞。斜的。2粒了，哎呦，會走低咯，會走低咯。這很簡單，斜的。3粒啊，慢慢。還有10秒了。9、8、7、6，加油，加油，4、加油。3、2。哇！ 民族比較嚴格，真斜的。哎，你又發現到了。直的起不來啊，直的壓力會比較大，斜的你的壓力會減少。講乜談？連2題都冇得分啊！沒有牛馬用心哦。亂強亂明顯後面還有很啊！多題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，馬上進下一題。風吹撒下來吼，手下留情啊，拜託搶先生。偷偷加足點點名。冇問題。豆豆先生哦，請問下邊那個投資品嘅形容最高 ？A. 挑男 B. 挑夫皮 C. 挑夫。其實時間越久越營養價值會進高。我因比黑講，因為我是隊長，給你一個提示，因為我不知道答案。通常你是水果乾，是不是皮會比較難吃？挑皮。是不是？比如說榴蓮啊，皮先丟貼的啊。咩啊？雙講青菜團啦，反正用下啦。用皮啊！哇！到底答案正確嘅答案係。但我現在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咱水嘅第1分出現咧。用自拋位。我們節目的贊助單位就是徐師傅。小寶哥沒愛賣啊，贊助。這是你買來的。到底答案正確嘅答案係。
B 头皮很容易哈，气死了。cái意思係講哦，因為頭皮啊係頭黏嘅表面黏結啊，濃縮了各種嘅營養素啊，包含了有鐵啊、有鈣啊，還有鋅啊等。因哦，人類所需要的18種嘅微量嘅元素，頭皮所含嘅鐵、到鋅、到維生素 B1，都是我們所有頭製品當中含量最夠嘅。啊，你那邊貼紙夠嗎？夠啊。好啦，撒下來，咱厝真緊要加油咯。嚟睇台灣火鍋王國。好，題目係，來看一下哦，那一個接上看到嘅火鍋皮料哦，嗰個吸納嘅效果係第一名嘅 ，A 係金針菇 ，B 係菜瓜 ，C 係葡萄布皮。好，到底係乜嘅咧 A 啊，好 A 啦。等下你要為什麼是 A 呢？對，原因旁邊講 A 啦 A 啦。為什麼？老闆說 A，他有是戰術性給 A 哦。這下是金針菇。用音啊！啊，吃了會吃瓜啦，會腳痛不然真的會差太多分好，哦。來看看，確定好。好，正確嘅答案係恭喜 B。來看看一下，因為啊，應用詞就表示講掛類哦，它是算是恐哦。到底係乜嘅？就隱藏邪惡大頭命啦。其中嘅菜瓜地背嘅菜瓜落，當我吸嘅有湯水，假使火鍋湯底係含高鈉的湯汁，菜瓜就會啜到嗰個嫩嫩嘅湯水。其實血液片嘅菜瓜，乜意思呢？就是吃一大口高鈉的湯。係啦。黑公娘同腿本身是懂情甜沒法，那是沒有沒走對啦哈。好，但我現在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馬開始咱最嘅第一份出現咧。用自拋誒，還有寸水妹一提的哦，來鳳水妹一吹，提的。懂啊，哎豬愛台灣麵。做台灣麵，好，哦，這個啊。我覺得還好啊。好。台菜經典要跟王梨下橋，它的起源係啷麼個有關呢 ？A 係早期台灣係初夏嘅泰國 ，B 呢係啊嘅王梨出口量太大嘅增加 ，C 係漢族文化清興盛嘅時期，到底係哪個咧 B 啦，因為大擺吼，沒啦咩大擺吼。月交姐已經寫月完寫嘛嬌姐講 ，A B 跟 A，然後結果答案 C 我更小哦。一般來講，廚師吼，做乜先講，要較太出物嘅東西吼，所以做乜變化物嘅。初夏呀個王梨台灣都會泰國，嗯，錯好。南部所以的養殖月嬌姐啊，是有根據的嗎？較做，哎呀，就係炒蝦大鍋，嗯，啊，王梨嘅後背，王梨嘅講後背，後背成晒啦。咁冇可能係 C 嗎？好啦，應該有4號啦，因為用一下係冇？用一下。我說啊，講唔中人嘅。好啦，C號啦，嘅啦，必須啦。是 C 啊。必須啦。靠天哦。好，咩當上數啦，真係，正確嘅答案係 A。台灣啊，就係從泰國。聽不到的話不會錯。真的，沒有，就講啊，第一聽答對，我就獻給啊，唔用一下。係啦，民國嘅70年代哦，因為嘟嘟河係初夏養殖嘅巔峰期啦，嘅產量真緊要拿到哦，多到是世界總產量嘅1半。本台灣變做咧世界初夏泰國，該量是嘟嘟河咪係王梨罐頭面臨到國際小價競爭嘅時期，所以講。炒下嘟到咧王梨片，再加到嘅美乃滋調味，哎呦，模仿章魚燒，這種日本嘅小吃調味奉獻，變做咧台灣最獨特的菜肴——王梨蝦 Q。這必須給月嬌姐一個掌聲，太厲害了！謝謝。因為沒有人猜對，就她一個人。係啊，這是忙出色啊。是嗎？確實也是啊。民國70年哦，文新哥。像那個後來那個那時候才1歲。宜蘭不是有一個養蝦，有機蝦嗎？那時候也是蠻出名的。哦，它是有根據的。以後都要聽月嬌姐的話。嘿，那最後一題我們要藍隊一定要答對哦。來，我幫你看，相撲力士生嘛該哈，做嘛該日本傳統嘅相撲火鍋，冇不用牛肉呀豬肉，為什麼呢 ？A 因為啊嘅紅肉嘅飽和脂肪酸較高 ，B 象徵不好的預兆 ，C 熱量較大，到底係哪一個答案呢？
哎，这我真的又是高毛，又是高毛。記得要叫煮肉啊，因為做唔得標。以前係咪來傳統家自己做火鍋嘅？哦，真的哦。那這一題，對啊，很好。但是他是做排你認錯人嘞。火鍋大，又冇堆哈，那比飯嘛，難怪會熟的。呀，真的哦，唔知道咧。喺 A 啊 B 啊 C， 喺 B 因為日本啊有文化研究嘅吼，其實傳統嘅東西，那它可以就是越多越好啊，恐怕做唔得標咯，係嘛？熱量佢咩運動量咁多，哦係嘛？啊，知道係 B。好，下好離手，正確嘅答案係 B。看看，哇，挺準咧。好厲害。我你地走嘛改毛，係因為我嘅跳白相撲的這個規則是4隻嘅腳繞手，四肢同時着地是算手的，所以傳統嘅相撲嘅料理哦，係唔會像豬鵝啊、牛鵝啊、羊鵝咧都有四腳着地嘅肉類，係睇到係用雞肉撈海產做食材哦。原來係啊呢，文正昌，你要不要貼貼？對，我可以放2個嗎？不行。哎呦，來，哇，姑嫂，風吹得到嘅3分，藍吹得到嘅2分。好，第一道師傅呢做得獻出5種食材。哇，安多哦，5種做得盤走哎。係啊，西北風終於不用吃了。都待會先來做一道料理沒問題的吧？5種，你的第一首選。豬肉好咧，那先啦，過來2片咯。好，三層肉。第一種。豆腐乾。哎呀，客家炒肉。洋蔥。3項。3項。蔥條。4項。哎呦。是同一道菜還是2項菜呢？哦，另個。哈？是飯後甜點嗎？炙燒麵，那最好炙燒麵。好，等下看它。沒有和牛時，炙燒另狗熟嘞，好不好？哎，這有點意想不到哎。都帶師傅會變出乜嘅料理呢？馬上就來煮食咯。師傅上菜了。師傅，剛剛按用5種食材的話，做得變化出用本人的菜色咧。我想話講做到2道料理，1加1。做到2道菜。因為我頭嘅嗰食材又加滷到五花肉，哦，我會做到像嗰紅燒的方式，然後嗰豆腐乾，哦，安係1道菜。啊，啲呢，鱸魚嘅，我係用嗰像嗰做嗰蝦鬆嘅方式，哦，是用嗰令狗到洋蔥。啊，落去做像蝦鬆嘅感覺。天！我咪第一擺做係啊，3層肉燒豆腐乾。走的，走的。小小修正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因為鱸魚蝦鬆嘛，我們沒有蝦。鱸魚鬆。好，早來做。小大先讓佢切開一般的洋蔥末，一般的嗰洋蔥絲。所以先處理魚嗎？係。豆腐乾開始都先切處理的。豆腐乾。應該係講豆腐乾係做紅燒嘅哈。你要寸讓它切成條好。而且我剛剛其實很好奇，因為所有食材當中，你會實質選出5種，到底你家下腦海當中想嘅係乜嘅？我有先選到該主食材先出來，讓按過去想講嘅煮乜嘅口味。啊，像呢，令狗是切到一丁哈。令狗做的燒蓋紅燒肉沒做的，好有點日式的做法。味淋的那個甜味，沒有，蘋果本身就有酸味跟甜味。啊，用麻煩讓它切成條熟的。條，等下我別看。加豬肉。等一下豬肉係用風燒嘅方式來做，那紅燒的經典的味道是？我會想個炒個客家小炒，然後一層一層不給煸出來。哦。可是鱸魚可以做成鬆哦。那先。哇。你是用感覺的嘛？刀的時候該恰恰咁樣，恰恰。你頭上哦。有。斷骨。好，安樣嘅。即係成嬰兒啊，最後是嗰種冇骨頭嘅。冇你也是讓佢泡到切切。啊。他們的切刀。啊，兩手切。瓜皮。一條一條咁是嘿。皮會溜蛋。哦，切蛋啊。那係泡。那係泡。一般來講嘅話，睇緊應該當時然後滷然後佢切咗一細塊一細塊。媽媽一定會講慢點按功夫，像你媽媽一定會說切好來我都飽了。好，了解啊，胡椒粉。我給滷一下，滷一下，撈米酒，米酒有嗎？
有，没有骗我。人家还算死啦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这有来啊，黄哎，好来，看不出啦。看得出。啊，干杯！呀，啊卤啊，像俩卤好的时节啊，好那去饼呀，那等下用锅的吼，锅本吼。用凤梨虾球也是啊。好，像安样油温是差不多的，你看啦，有破了哈，就可以放下去了。要散开来这样吗？哎，这下我们腌上下吼。师傅有相公不？黑公真给这次答对一题，你们该怎么办？重点蛋啊，系啊，至少令狗。如果只有一题，应该选肉吧？我会选苹果。说马可班哟，该算是苗是走的嘞，就削苹果啊，削皮啊，然后加肉，还不能断粉啊。哎呀，哦，肉桂粉捞该令狗冻。哎，好，有洋葱咩落去泡咧？洋葱也要泡啊，哎，合格啦。你想到我们有一年不是也是让清冰箱料理吗？温来冰的馅，那个也好难哦。哎，紧鲜。可是就是像家里面豆腐卡地堡也都一样。那要看谁的家，徐师傅他家里面是不用清，全部都是高级食材啊。我们那时候的冰箱里面有早餐吃剩的。哦，两个差不多熟的啊，熟的两个熟的好熟的哦。泡的安尼冻夹啦哈，冻夹。因为切都是用蛇档的啊，要不我很好用哦。好呀，喊你炒虾松啊。我会要搭配嚟吗？好，嚟落來，感覺都冇限呢，通身幫佢變啊。其實我加去10分鐘完全不熱咯，你自家做呢隻生意開起來嘛？做得。好，嚟通一點。3。不用一些糖一些洋。米酒、調油。稀罕有小戴有把它中间清出空位。哇，这个盘子。好的，苹果是阿姨的最美哈哦。我们节目的赞助单位就是徐师傅。要不跟美爱卖啊，赞助。锅子是你买来的。徐帮赞助。老师说谁报名的？抢面条给他。抢面条。鹹的、甜的，心底部就會酸的，那就客家人的精神。好，呢港甜中高脂硫磺鹹的。哦，完全只有甜的，哦，通到錢送甘的。稀罕。有小戴有把它中间清出空位。哇，这个盘子。好的，苹果是阿姨的最美哈哦。我们节目的赞助单位就是徐师傅。要不跟美爱卖啊。赞助，锅子是你买来的。徐帮赞助，我了菜，安是诶鱼虾松面好嘞地道哦。哇！师傅加问一下，恁个最美饼的意思嘿？不给好，因为熬太熟啊。哦，好，所以安是差不多的哈。哇，5种食材都在做两项料理。肚鸡了。好，呀，两出料理，那我们就一人拿一道菜让大家看喽。两出料理，3層肉炒豆腐乾，含加龍松，哎呀，好食嘞！耶！上過師傅嘅種茶，太厲害嘞！你剛剛冇想到吧？這種食材就變出兩出菜哦。而家時代行業叫阿姐很想講，哎呦，cái豆腐乾做啲變出物嘅變化。對老豬肉拿用下結果變出。啊，唔過好食唔好食兩回事啊。呀，可以來去講先食，無人你先食豬肉也最好誒。好，再來食魚嘅好嗎？好，那個吃吃看啊哈。哎，等下公平毒舌一點哦哈。你生意哦，我都有拼，等下有拼粉哦。唔會講肌肉舌咯，哦，懂求生存哦。哦，這好食啊，好食。呀，豬肉有比較多，有香。一般人他是用洋葱哦，啊，裡面食材的關係，選洋葱又很較香。
等下鲈鱼有些卤锅，用一些腐泽粉饼装到米头啊。那鱼的话，起码可能切到细细地吧。以前同小时都唔按细地，他们讲用炸的话，细细地安尼炸得清香咧。里面你客家人懂小时啊？对啊，按细细地。葡萄葱啊，就做个虾松嘅。但是拿个生菜来包一下很香。好，所以我挑选个选过滤材来炒哈。就是你们赢太少啊，自己检讨。真好，豆跟洗出来两回，你按乱了，绝好。大家不要紧张，红翠让它有3分，蓝翠有2分，也就是呢只有差距1分而已。最杯米啊一关，大家要拿出气感来速度吹了，边看呐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关挑战。做下练功夫，请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卤菜。上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是都被请米呢。实实准备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。最杯米一关，大家要拿出自家嘅速卤菜来边看呐。先来看一下你风水带来嘅菜名係乜嘅咧？桂竹笋、玉絲、黃金劍。黄金哦，GK 的，镀金的，对，係镀金的哈。係哦。啊，有色彩有乜嘅咧？最有名的桂竹笋哦，还有三层肉，还有葵蓉啦，还有以前银丝卷来改编那种的黄金剑，来拿去包起的。我问题啊，这个是叶九记的相反吗？用一下对嘛哈，因为月娇姐是我们里面最有智慧的人，对，历史老师，她在我们就放晴了哈。最杯米一关呢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，三等下来了看下，香港的部分到底准备哪一道厉害料理3層米渣有感覺。第一時咧時候就地方有3層口米，口感嘅木片用。我俾嗰層係鹹辣，中間嗰層係拔絲地瓜嘅糖精。哇！然後脆脆嘅口感啊。鹹嘅、甜嘅，先地波就會酸嘅，咁就客家人嘅精神。港甜中高脂，硫磺鹹嘅。碗前只有甜嘅，通到前鬆甘嘅，叫鬆甘果。準備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兩區都已經準備好曬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莎莎開始。好，哇，兩邊都很厲害。啊，這個公食材佢最尾一關又變起來。等下再去看有看過啊，先來看下一邊。桂竹筍，沒有你嘅竹筍幾好食嚟，你嘛？哎，熟嘅係。也係熟嘅，通過嘅。他們通過嗎？也係生嘅。也係鹹殺青啊，殺青，對殺青。文興哥最好食媽媽煮嘅乜嘅料理啊？唔單像媽媽啦，還有阿婆啊，吼，像阿婆嘅雞酒啦，媽媽嘅客家小炒啦，吼。不說你料理都會讓媽媽學嘅錯嗎？不知啦，媽媽啦，就懂得弄人家，有時會來傳堂教廚師要得做，他比較道地的菜。這樣講起來，你對於你的員工今天找你來挑戰，你的心情是如何？我覺得很好啊。他贏我的話就跟你扣薪水，是不是？給他女朋友都沒調試，給他全部故意都答錯嘛，對不對？哦。老師說誰報名的？搶面條嘅咋？搶面條。但是該兩時做嘛該想講，做提散台接到。以前阿爸係都處理那快餐呢，但剛剛沒有在炫富哈。沒有。山坡地是那個山坡地，我們是種東西。後來想說，那時候收成沒有很好，我們就轉來就是開餐廳。對，然後開餐廳我那時候開的是西餐。我那時候去採訪就是西餐，做牛排耶。法式。以前還有靠多嘅西餐嘅侍酒師啊，係啊，嘅幫酒啊，係啊。冇講因為講法文。做了當忝啦，也就熟悉了。然後做迄轉來食到還有客家菜啊，媽媽阿婆做料理啊，以後要做嘛，我說做買客家菜。媽媽要過來。等下再回來講故事。等下再。聽表一下哈。聽表。去籽氣，去籽氣。這樣不就汁都弄掉了嗎？唔，等下還要把汁。子上了。等下才會來那個桶子擠出來哦。必須。那油甘果加個油來嗎？油甘果從印度的聖果，
哦，嘿，比如印度传过来，客家人的话都也都没有哩，公馆那片中青浦。从特别也都去个上风干哈我怕大家都柴吧，你就会吃一点油甘果，啊，这种地方呢，它可以生津止渴。哦，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好的长寿果。它一般可以做什么料理啊？它油甘果给他们不要做咸酸甜。那它多就做鸡汤添呢。对，油甘果鸡汤超好喝的。早知道考这一题哈。那就按好多人头家来带到啊公司，啊，他个厨师研发，才会出按动动吹出来。嘿嘿。啊，你有破去了东冲鸡诶。哎，你发现到基隆山是冻肉蛋嘛？唔但想挑战主持人诶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玉成。啊，你自家想我来报名，怎么解挑架穷下来呢？拆台啊？还是应该要给他个机会哦。应该说给我自己一个机会，挑战一下我们的老板。不是说开店就最大嘛？对，没有。今天还算工时嘛？在。这就要回去问公价没有先问好，没有，我们帮你问好不好？可以，等下转去口音。今天要补价上音，没有，我跟你讲还乘1.5倍。对，要不就太大普通。哎，你得有准备马改料理，他们原本说的是哈嘎炒妞，他骗到现在。哎，金唔定啊，做嘢。哇。哦。唔定啊，那咩唔定要做嘅。我们先过去，大家都走来了哈。好。哇，还要再回炸肉丝。然后我们这个鸭哈，本上做目标嘛有啦，因为在本身哈主用嘅猪油哈，去个一煸出来哈。啊，你要做乜嘅东西？摆盘。摆盘摆在旁边，给底杯哈，油甘果啊，就把它做成蜜饯，把它当个像蜜饯一样啊，因为时间呢。关系哈，就在先要夹中哈。也做出那塞看馍夹嘛，上面调一点点的对油，是点色，双色，他才是我们这一队真正参赛者。那你刚刚们有问说他们出来有没有工时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有在听哎，你感觉有委屈呢，你有点委屈的脸哎，哦，不会的。他们今天算假日还是上班？不好说。今天是双倍薪，双倍薪哇！今天双倍薪哦，难得啦，好听哦，哇，有好老板参与这个哈就很。我跟你说，因为他们今天不管谁赢谁输，都是他电影。对啊，对，都是你的餐厅赢啊，为店争光啊。对啊，所以这个要3倍薪吧？哇，又3倍薪了，3倍薪了，3倍薪，感恩老板，赞叹老板。不然拿奖金3倍给他们就好了。对，要减扣来了。因为文心哥的专业是在品酒哦，法式的，所以减扣了越加控制。要穷小汉堡这样。汉堡啦，係冇？赞哦。还有嘛，感恩盐巴一点点。参赛者要认真。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都转来哈。好。好。第一回完了，就是惊喜的声音，还有肯定的声音，好有趣哦。这是全台湾第一次吃到，我觉得这道菜可以变台湾之光哎。我们等一下都转来哈。好，刚才我们有争取到有3倍够不够？3倍，不够的话我们再去。是倍薪。对，用凉了，用凉变3倍，又拉了哈。3倍薪，3倍薪，苦笑。要炸后啊！我他给吃10块嘞。哎呀，还有试吃啊！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们要把它的水分给挤掉？对。你几款？哎，你还很爱腌线，体接白些油甘果。来，跟我一起喝。好，原味哈会比较酸一些。我喜欢哎，有一 Q 感，身体就像跑出来，可是里面呢保留的油甘果基本上在酸味。等下好，阿成会再把这个再上一层那个我们的糖丝，那个叫冰筋，会吃起来脆脆的口感。然后再裹上一层咸蛋黄，大家会吃出3层口味。哎，师傅这非常有创意。跟地部冻上的是，那就是该山楂系嘛，跟水果该有嘛，系嘛，纤维的，它的口感类似山楂。哇，他可以把油甘果做这个，我真的没看过。很有创意。从个，那都自己做个糖糊啊，不过是条是甜的，啊是到地部有层次的，应该就在3层啊，3层的米托。对啊，所以你还摆盘的哦，打拍的嘛，摆盘。他想到今天3倍薪就多开心啊！对，那这道菜谁想的？
这道菜的豆腐呢，给邱主厨起名是黄的，沙班。沙班很油甘做结合，因为黄的唔讲酸呐。棒，应该是都想去吃了呢。来分享。好。喺度台中咩有，豆腐咩有，梅柳咩有，3件饼。好，看一下他们还有一道西件，我们先去看一下红队。好，小汉堡。因为它做顺呀的哈，主要全部料理后呢，来包的呀黄金卷几度。哦，那剃头粉撒在上面。撒在上面。哦，对。阿里嘞？牙都打比方说那种摆盘。像月桥姐啊，你每走在接受按用下新式嘅料理哦。对。你尼色朗 C 嘎哈，是不是整个全庄里面最漂亮的？我没有去外面比啊，在我家里的话，最漂亮的，对，还好，最漂亮。那剃头粉两种意思差不多好嘞哈。豆酱呢？哎，这个呢？这有法式的元素在里面。对。然后又把客家菜结合一点法式，接起来叫做法客料理。客法料理，客法。莫多一点，来，莫多一点，来，口感好嘞。啊，这边的垂苗狗它。两边很多把改名的啊。来的3层蜜炸油甘果。啊，咪差不多好嘞呢。好嘞，艺术天分哦。对啊。这一定很好吃，我很期待这道料，我非常期待。因为一般拔丝，然后再加咸蛋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要加四季豆吗？好，那我们倒数可以吗？可以。尽力讲。天场马上来倒3、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它亚冠都带哪一组不样呢？来，先本期改个正常。可以碰牌的啦。刚才有讲到哦，今日不管係鳳翠羊嘅南翠羊，都係傳統羊。冇錯。古所以你先來試試看下鳳翠料理好冇？好。順貴族筍炒肉絲黃金件。這個文興哥的料理啊，你記得講用手也好。將來就一般用素，一般用筷嘅。哦。粗犷中又有文化，沒有。那我是粗犷又沒文化。沒有。他表演一口签，哇，非常有层次，而且贵州笋呢，弄到10分好，又加有水分，又有切土，又甜，煮熟的切，然后地板的猪肉哦，极香哎，好赞，是用用版的，踢开完了，就是惊喜的声音，还有肯定的声音，好有趣哦，真的是你的比了某事太老，生肉就好。好啊，3點下來食看一下南翠做的，好，苗栗的驕傲，全台灣第一次吃到，它這個它會把那個酸一直化，一直抹開，我覺得這菜可以變台灣之光哎，有3層的感覺。真品芒色是關真品維語應該用上鏡，那你就真好。驚訝又肯定啊！這邊是用那樣料理，都轉堂是特別有色的。啊，這邊的料理啊，這邊將也點心也可以當點心，10分讚。好，阿唔過呢，都帶神經用版，還有搞本師傅嘅，然後馬上就來評分咯。真品同競爭哦，都在700有員工挑戰調價神經很用版，兩位師傅鳳翠先本分數。哎呦，4分。好啦，各加上調前輩嘅3分，總共就會7分。啊，看一下南翠得到幾多分？前輩嘅6分，這樣子等於是8分，差1分。平都袂唔簡單咧。師傅，其實不先前講。其實紅隊料理應該幾動有創意，是正常我的想法是嚟講話，佢甲剃頭粉應該變落地板，佢是到比較融合的梅頭啦，吼是正常的問題吼。其實藍隊真正我提白是到很有創意的東西，吼所以我分佢滿分。其實到一層真正講動落去。小戴師傅，那個講鳳翠咧創意未當好，啊唔過嘅飲食覺部分可能9點鐘台雜貴族筍啊豬肉梅頭有分去實體的，好，所以味道比例再交換一下。啊兩片呢是凍鐵片，好，該是到嘴裡袂如要提參就是到該。
金赛梅头，哎，又甜甜的，哎呦又该过梅头哈，动多层次，好，所以呢分数很高。哇，可以。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太高招了，因为皆大欢喜。是。刚才又帮你争取到3倍星。你讲嘅咩嘛？你讲一天是又讲咧，又讲啊，我们请看 VCR 哦。看咩咯？养嘅最有咩么？好啦，马上出来颁奖嘞！耶！好，你有史以来第一位员工挑战头家，恭喜杨个哦！哇，成功！好，我恭喜哈，男水哈，得到系3000Q 加上3倍星。你本水呢得到2个美食粉后是蓝金不沾锅剧组哦。好，大家好，来问一下哈，挑战挑家嘅歌唱嘅心情。那知道嚟到一节目啊嚟比赛哈，其實就會留一啲客家菜，同睇下啲啲啊多，就會進步，會加油，會留更加好嘅客家菜，pour全台灣人知道。那玉成嘅想法咧？学到很多啦，一些人情冷暖之类的啊。是冷还是暖？暖的部分，对，真是抢面屌了。我係政府曾經挑到老張講嘅感情安好，講得快愛用嘅玩笑，真的，恭喜你們！謝謝。像文心跟妹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其實哈，一直都還原客家嘅家則啦。以前客家人啊，因為唱嘅客家嘅老菜譜啦，我講表演20年，哎呀，那種東西表演20年，冇去丟掉，哎，客家人就上腔，上冇丟嘅東西。但是哈，我們還原客家價值是我們幫你保存了20年，這有20年溫度，今天把它擺在桌上給你，所以客家菜哈應該家則係冇空樣誒，我們有時間，我們有溫度的。哇，好會講哦。其實真的，當然我們要最謝謝你，因為還好你有開這間餐廳，我們才有這個緣分，哎呀，才有飯吃。我們謝謝節目組啊，給我們分享的機會。哎呀，好啦，像我是替擺了都人家攝影棚啊，在設計上來做出來。雖然講今日冇拿到3000元，哪個師傅拿，我也都親聽啊，非常感謝，謝謝。皆大歡喜，因為人家點傳堂開啟了這個旋風，該不會以後全台灣的餐廳都要來員工跟頭家 PK 賽？我講，因為這個就是雙贏啊！這個旋風一出來哦，全台灣所有的串燙哦都摸台摸死。這個記得。好啦，10分感謝你到來比賽，當然要謝謝我們文心哥，因為第一次我對推廣我哋客家嘅文化、客家料理啊都有心。繼續做下去哦。好。雖然比賽啊冇讓，不過佢傳導係對客家講嗰種像餐廳一樣，就是家一樣的這樣子的，大家的心是求到窮下，所以我覺得也歡迎所有的朋友窮下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帶你窮下來挑戰嘍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站來了。